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十念大家出万倍新妇，意思是做大家人若想过十念，这个新妇有可能因为野心，也是讲因惯势啊，对于大家的态度变成讲爱念互你去念，那爱骂就互你去骂，反正一皮天下无难事。啊，所以讲想过十念，嘛毋是好的现象。依照星座专家研究，上十念前3名的星座分别有这个处女座，这要求完美的个性，伊若发现讲你有啥物问题，会直接甲你提醒。你若无清楚，伊念甲你了解为止。啊，这个巨蟹座的人一般拢是有压力的时，才会细细念，才会找朋友去消透心情。啊，这是因排解压力的方式。狮子座的人性格真专制，为了要让对方变更较好，只要有这个机会，就会念袂煞，讲袂停。今日这讲的俗语是十念大家出万倍幸福。